而家8:02就會開始，請各位同學起立。我哋一齊打聲招呼，各位同學早晨，校長早晨，老師早晨，同學早晨，將時間交俾升旗隊。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升旗隊嘅隊長 2A 楊之恒。今日嘅升旗禮將會由我嚟主持。升旗禮即將開始，請全體同學保持肅立，面向旗杆。請升旗隊出旗。升國旗，奏唱國歌。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朝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朝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升旗禮結束，請全體同學就座。今日國旗下的講話將會由中史科代表分享，將時間交俾下一位。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咁咧，今日嘅國旗下講話咧就會由中史科做分享啦。咁分享嘅內容係啲咩呢？咁啊，高中同學應該公民科都好熟悉㗎啦，就係國家安全領域嘅其中一個範疇啦，政治安全。咁咧，首先想同大家界定下乜嘢係政治安全。咁政治安全咧，其實咧就係一個策略啦，點樣去保護國家嘅權力、政治嘅制度、政治秩序啦，同埋國家嘅意識形態，即係點樣喺一個群體裏面，國家係可以免受一啲外在嘅威脅啦，甚至咧而家可能喺內部咧都會有一啲嘅威脅，咁同埋一啲外在嘅侵略，咁有啲咩策略可以去做呢？咁同時政治安全咧，其實都係國家嘅一個核心領域。咁同埋咧，對我哋嚟講咧，其實都係穩定社會嘅一個基礎嚟嘅。
咁頭先講咗啦，其實國家安全裡面嘅政治安全同我哋嘅關係又係啲乜嘢？頭先講咗維護社會嘅一個穩定嘅基礎。咁其實簡單啲嚟講，即係點樣呢？即係其實呢，政治安全講就講到好似好大咁樣，好似好抽象。其實呢，對於我哋身處嘅一個社區，身處緊嘅呢一片嘅土地呢，其實係好重要嘅，維護佢嘅穩定。咁另外啦，了解到政治安全同我哋嘅關係呢，令到我哋呢都可以認識到團結啦，同埋集體責任嘅一個重要性嚟嘅。咁咧今日已經係12月11號咯喎，咁過多2日呢，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過多2日呢，就會係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咁今年咧應該係第10年去舉行呢一個嘅公祭日，咁佢唔單止咧係喺國家會舉行，咁同時咧香港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國家公祭日嘅舉行。咁你見到呢幅相咧，其實就係去任嘅特首咧，其實佢舉行緊公祭日嘅情況。咁佢設立嘅時間咧就係14年，由中國第12屆嘅全國人大常委去成立啦。咁佢紀念緊啲乜嘢嘅人呢？公祭日個名就叫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其實佢除咗去祭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之外呢，佢都係紀念緊所有咧喺日本侵華呢段期間咧被殺害嘅中國同胞嘅。咁啊，你見到呢幅相呢，就係喺中國裏面舉行嘅一個公祭日嘅一個情況啦。咁啊，高中嘅同學，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對於抗日戰爭同埋南京大屠殺咧唔陌生嘅。初中嘅同學咧，可能有啲知道，有啲唔知道。咁我哋咧簡單大概講一講抗日戰爭同埋南京大屠殺呢一段嘅歷史背景。咁抗日戰爭咧就係大家經常聽嘅嗰個8年抗戰啦。咁就係1937年去到1945年發生嘅一個戰爭啦。咁當時點解會出現呢一場嘅戰爭呢？其實就係日本咧，佢對中國舉行嘅一個侵略嘅政策嚟嘅。咁通常我哋話標誌性嘅事件咧，就係37年7月7號嘅盧溝橋事變啦，就係全面抗日戰爭嘅開始。咁同時咧，當時嘅中國咧就全國各地啦，唔同嘅組織啦，包括婦女組織啦、學生組織啦，甚至一啲可能係在外嘅人咧，喺中國咧都會有唔同嘅組織咧去標誌要共同嘅合作嘅。咁南京大屠殺咧就係抗日戰爭之中發生嘅一場好重大嘅悲劇嚟嘅。咁就係37年嘅12月去到38年嘅1月啦。咁當時嘅日本軍隊咧攻陷完南京之後咧，對平民同埋當時南京投降嘅士兵咧進行咗一場好大規模嘅屠殺同埋其他唔同嘅暴行啦。咁呢場大屠殺咧，最後造成咧係大概30萬人死亡，成為咗咧抗日戰爭一場好重大嘅悲劇。所以咧，我哋先至要中國先至咧去到舉行呢一個嘅公祭日，希望咧去到紀念每一場喺抗日戰爭裏面發生過重大嘅悲劇啦，同埋死難嘅人。咁喺呢場嘅戰爭裏面咧，我哋見到有啲乜嘢團結嘅表現呢？咁大家知道啦，戰爭即係除危機啦，危機咧就會削弱一個國家嘅主權，削弱國家嘅領土。咁所以社會團結咧，其實對政治安全咧係好重要。咁當時中國嘅人咧有啲乜嘢社會團結嘅表現？咁大家可能成日都會諗，打仗我要幫國家，咁可以做啲咩呢？咁可能當兵啦、打仗啦，可能再後援少少就係去整一啲嘅戰爭嘅用品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當時咧有啲嘅藝術家啦、作家啦，咁其實佢哋都會喺自己擅長嘅領域裏面咧，去到做一啲嘅即係一啲文宣嘅工作。咁例如黃新波，其實你見到嗰個係一個木刻版畫嚟嘅，係啦。咁佢咧就用自己一個擅長嘅領域啦。咁喺39年1月抗日戰爭期間咧，編印咗抗戰嘅畫布。咁亦都咧係以自己擅長嘅領域木刻作品去展現佢自己一個貢獻啦，同埋愛國嘅情懷。希望咧可以宣揚呢一個嘅抗戰意識，令到更加多人咧係投入呢一場嘅抗戰事件裡面嘅。咁
政治安全嘅體現呢，其實呢，我哋諗翻就知道當時嘅中國嘅人民呢，就不畏艱難啦，為咗咧保護自己嘅國家、保護自己嘅屋企而去奮戰。呢個呢，就係一個政治安全嘅具體體現咯。所以呢，佢唔係好抽象嘅。其實呢，簡單啲嚟講呢，就係你點樣去到為自己嘅國家去到盡一分力啦。咁去到講完以前嘅歷史，咁對於而家嘅我哋呢，有啲乜嘢可以做到，或者而家嘅中國又受到啲乜嘢嘅威脅呢？咁原來呢，中國其實喺而家嘅外部威脅呢，大家知道有唔同嘅國家呢，其實透過貿易啦，同埋唔同嘅技術呢，向到中國係施加緊一啲嘅壓力。咁內部挑戰、社會矛盾啦，唔同地方出現嘅唔同極端思想啦，社會矛盾咧，其實係引發緊我哋群體同群體之間嘅一啲衝突嚟喎。咁我哋反思翻就知道過去咧有戰爭，而家我哋有和平。政治唔安全嘅後果係可以係毀滅性嘅，係啦。咁如果嗰段時間大家諗翻，如果嗰段時間我哋中國係出現咗分裂，又會點呢？咁我哋而家雖然冇打仗，咁但係點樣防止歷史重現呢？咁頭先講到啦，其實中國而家面臨緊一啲嘅外部威脅同埋啲內部嘅挑戰呢。中國嘅國家呢，其實我哋國家有化危為機，有進行緊唔同嘅策略呢，去到應對呢啲嘅挑戰。例如喺外交方面呢，其實大家都知道一帶一路啦，係加強緊經濟合作，擴大緊中國呢喺其他國家嘅一啲影響力啦。咁同時亦都有多邊合作，咁啊中國參與緊好多唔同嘅全球夥伴關係咧，去應對一啲外部挑戰。咁特別文化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外部有唔同嘅合作啦，政策調整啦，國家裏面咧加強緊一啲社會保障體系同埋公共服務，減少群體我哋社會嘅矛盾，提高咧我哋公民嘅福祉。咁至於在座咁多位嘅同學仔，我哋陳珠嘅學生，我哋有咩可以去做呢？其實咧，我哋可以咧積極去參與一啲社會嘅事務，係啦，參與一啲社區嘅活動咧，可以了解到社會嘅問題，同時咧亦都可以培養我哋嘅責任感。所以咧，鼓勵大家多啲去參與一啲社會嘅服務，係啦，培養自己嘅責任感啦。咁第二啦，提高對法律意識啦，同埋我哋有共同承擔國家嘅責任。咁除咗課堂我哋會學憲法，會學基本法，會學國安法。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學生大事活動咧，都好鼓勵大家參加。有咩好處咧？其實咧係可以識別到一啲錯誤嘅信息，咁啊減少社會緊張嘅局勢。咁最後好多同學都問我讀中史有咩用？其實咧讀歷史咧就可以學習喺歷史中學習啦，珍惜我哋而家擁有嘅一切。咁所以最後啦，政治安全咧，其實咧就唔係好抽象，唔係就係國家層面嘅嘢。其實對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非常重要，特別咧係作為陳珠嘅學生，年輕嘅一代咧都係非常重要。咁所以喺歷史中學習，珍惜現在啦，珍惜而家咧相對穩定嘅一個政治安全狀態，咁啊為將來作出貢獻。咁咧最後咧就想同大家宣傳下啦。咁咧我哋今日中史科咧 lunch time 咧同學只要去圖書館觀賞電影，完成一份簡單嘅工作紙咧，你就可以獲取試題分卡，係啦。咁所以鼓勵大家 lunch time 上去咯喎，咁都好睇嘅，係啦。咁另外啦，亦都有圖書館有迷你書展啦，咁所以鼓勵大家借書。咁呢啲書咧都係同抗日戰爭啦，同唔同嘅南京大屠殺啦，同戰爭啦係息息相關嘅，所以咧鼓勵大家去借書擴闊自己嘅眼界。咁最後啦，今日咧隨點名 file 咧會有一份抗戰紀念品送上每班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經過今日嘅早會分享咧，就吸取到一個好好嘅知識啦。咁咧我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啦。咁我用第一次有祈禱嘅時間。好親愛嘅天父，多謝你俾我哋有清晨有朝早返到嚟陳珠去學習。求你咧，讓同學經過今日早會嘅內容，可以知道咧，我哋而家得來嘅一切都係得來不易嘅，令我哋更加珍惜當下，反思過去。讓同學咧亦都喺身處嘅社區社會有好好嘅實踐。主啊，知道咧嚟緊幾日咧會有預備工作啦、開放日啦、小六體驗課，將呢幾日咧都交上。求你讓一切順利，將今日嘅課堂交上。以上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名字祈求，阿門。